各位 HiFi 發燒友，大家好，歡迎嚟到 HiFi 發燒台，我係Lee388。最近呢有位朋友問我啦，有啲咩好嘅前級介紹啊？因為佢用開部合併機咧，佢想將部合併機咧當做後級啊。因為本身呢部合併機嘅力水都好夠，但係硬係覺得咧好唔襟聽啊，啲聲比較上薄聲啲啊，所以想揾翻部前級咧係比較上厚聲啲、暖聲啲咧嚟配呢部合併機啊。同埋佢有一個要求咧，佢又想部前級咧有埋呢個 MMMC 唱頭放大啊。因為遲啲咧，佢又想玩埋呢個黑膠啊。咁啊，雖然我試過咁多機咧，我睇翻我之前拍嗰啲影片咧，我發覺咧真係冇咩前級咧係標煙埋呢個 MMMC 唱頭放大嘅。咁啊，本來我想揾翻佢咧，就話俾佢聽，我都冇咩好介紹啊。點知反而佢揾翻我咧，佢就話已經買一部前級啊。佢仲話啲聲咧好啱佢，同埋有晒上高提到啲要求啊。我都好好奇咧，到底佢買一部咩前級咧？咁啊，如果大家同我一樣咧，想知道佢買一部咩前級咧，咁就唔好行開腳睇落去啦。咁同埋大家睇完影片咧，仲未訂閱 HiFi 發燒台就快啲訂閱啦。咁你訂閱咗之後咧，就會接收到影音相關嘅資訊啊、唱片嘅介紹啊，同埋發燒嘅家訪。好，唔講咁多，去片。原來我朋友咧最後就買咗一部咧美斯 R90嘅膽前級啊！佢講到咁好咧，搞到我都好好奇啊！所以我最後咧就問咗呢個獨海浮沉嘅司徒夾帶咧，就借咗部咧 R90喺度啦。咁呢部膽前級咧，我試過咧，我發覺聲音真係唔錯喎，都值得咧拍條片咧同大家分享嘅。部機嘅前面板同埋頂蓋咧都夠厚啊，咁啊同埋咧成部機咧都夠紮實，仲有見到頂蓋咧冇呢個螺絲嘅，咁啊望落去咧都幾靚仔啊！咁啊當撳着部機前面嘅電源開關咧，個瞄掣嗰盞燈咧就會喺度閃啊，咁啊大約30秒之後咧嗰盞燈就會長着，咁咧就代表進入呢個工作狀態啊！咁呢個功能咧就係為咗保護咧機裏邊啲膽啊，唔好一開機咧就呢個高壓通電咧，咁啲膽咧就會襟用好多啊！前面板中間咧有一個輸出嘅電平指針標啊！呢部機咧仲有一個特點啊，就係呢個通 control 啊！咁啊通常通 control 咧都有一個固定嘅頻率咧做呢個加減啊！咁而呢部機咧就完全唔同啦！咁啊前面板咧分別有 1.5 kHz、3 kHz 同埋6 kHz 為一組啊！咁啊另一組咧就150 Hz、300 Hz 同埋600 Hz 啊！咁啊撳着音量掣旁邊個通掣咧，呢邊咧就喺相應嘅頻率咧就會着燈啊！咁啊，當着燈嗰個頻率咧，就會加咗3個 dB 啊。同埋我都試過咧，用同唔用咧都差別好大啊。咁呢個咧可以因應個人嘅口味咧去調校唔同嘅音色啊。前面板咧另一邊咧就係一個輸入選擇掣。咁啊雖然有6檔，咁但係實際咧只有3檔嘅 RCA 同1檔嘅平衡輸入。咁因為 MMMCL 同埋 MCH 咧都係接去同一個 RCA 嘅輸入，咁啊分別咧可以接呢個 MM 唱頭。同埋呢個 MCL 俾低輸出嘅 MC 唱頭 ，MCH 咧就係俾呢個高輸出嘅 MC 唱頭。咁啊，至於點樣分呢個高輸出同埋低輸出嘅唱頭咧，廠方咧就冇列明啊。咁我試過啦，低過0.5 mV 輸出嘅唱頭咧就撥許個 MCL， 大個咧就撥許個 MCH。同埋呢個咧大家都可以慢慢試㗎。咁用同一個音量，先聽下呢個 MCL 夠唔夠聲，如果唔夠咧就撥許個 MCH。咁只要將個音量咧唔好扭得太大咧，就唔會整埋部機噶啦。到機背啦，好似頭先咁講，有3組嘅 RCA 輸入同1組嘅平衡輸入。咁而第一組嘅 RCA 咧就俾呢個唱頭輸入，有埋呢個地線嘅接駁位。咁啊，至於呢部機另外一個特色咧，就有3組嘅輸出啦，1組平衡，2組嘅 RCA。咁而呢3組咧都係同時有輸出㗎。咁有咁多組輸出咧，除咗正常可以接駁後級咧，又可以方便咧玩呢個超低音喇叭。
玩呢個2.1嘅輸出，又可以玩呢個擺 M， 一部 M 咧就推個高音，另一部 M 咧就推個低音。咁 IEC 電源插上邊咧有一個撥掣，咁如果係香港用咧，就記得撥到去230伏。可是這夜失眠，回憶起你就像再相見，縱使缺你騷擾，只屬你心真情未改變。既然呢部係膽機咧，咁一定要數係用咗啲咩膽啦。咁啊，前級放大部分咧就用咗兩支咧 12AX7 同埋4支咧 6KE8。咁啊，唱放部分咧就用咗兩支 6KE8。電源部分咧就用咗 17BE3 嚟做呢個整流，咁啊穩壓部分咧就用咗 12DT5 啊，咁啊大家聽到啲膽咧，除咗 12AX7 之外咧，其他膽咧都比較少聽到啊。咁原來呢啲咧全部都係廠方咧庫存裏邊嘅舊裝膽啊。咁啊部機咧以呢個價位咧都可以跟埋呢個舊裝膽咧，真係一個加分位啊。咁啊音量控制咧就用咗日本嘅 Apps 嘅音量掣，部機裏邊咧就用咗呢個金屬間隔咧嚟分開個唱頭放大部分同埋呢個電源火牛嘅部分啊，咁可以減少互相干擾嘅機會啊。唔怪得呢部以膽機嚟計咧，部機個底噪咧都好低啊。仲有自家曉製嘅電源牛咧，都係用咗呢個 2Z11嘅鐵芯嚟提升個穩定性啊。So why let attachment to identity make me blue? Another singer isn't really what we need。咁今次咧試聽呢部 R90嘅膽前級咧，咁我都有試過咧駁落去呢個冰紋 Mono 嘅原子粒後級，亦都有夾呢個咧 Master Star 嘅膽機啊。咁我發覺咧呢部前級咧，無論夾呢個石機或者膽機咧都冇問題嘅，佢都可以夾得到聲啊。咁同埋呢部機咧本身個輸出個增益咧都好夠啊，所以佢嘅聲音咧絕對唔會一種咧冇氣冇力嘅感覺啊。咁同埋我都有試過玩下咧，呢部機咧成唔同嘅釘腳啊。咁我發覺咧佢都好敏感啊，成咗釘腳之後咧個聲音改變咧都好明顯啊。咁啊明顯呢個音場咧會升高咗，咁啊人聲嗰個發聲嘅結像位咧亦都會提升啊。咁亦都咧呢部機裏邊有個 Tone Control啊。咁我發覺咧個 Tone Control 咧用同唔用咧個變化都好大啊。咁我為咗咧要試真啲呢部機原本嘅聲音特性咧，咁我喺試聽期間咧我就冇開到個 Tone Control 嘅。呢部 R90咧，裏邊用到啲膽咧，大部分咧都唔係常見啲膽啊，帶出嚟嘅聲音咧，亦都好夠膽聲啊！聲音咧好夠柔潤順滑，絕對唔會一種咧粗糙嘅沙石感啊！就算咧嚟駁呢個石機咧，我發覺咧出嚟嘅聲音咧都係保持翻呢種特性啊！所以如果大家咧而家用緊啲石機咧，成日覺得啲聲音好毛躁啊、唔襟聽啊，特別聽啲人聲咧，有一種令人聽得唔舒服嗰啲唇齒聲咧，咁我覺得如果夾呢部前級咧，就應該幫得到手啊！咁同埋呢部機咧，我覺得咧佢播呢個人聲咧係佢強項啊，特別一播呢個女聲，好有一種咧甜潤啊厚聲嘅感覺啊！想走出你控制的領域，卻走進你安排的戰局，我沒有堅強的防備，也沒有後路可以退。見到呢部機裏邊嘅交連電容咧都好夠大啊，所以我都知道咧呢部機出嚟嘅低頻咧一定唔會弱噶。咁啊實際試聽咧，我發覺低頻咧真係唔錯啊，特別播一啲流行曲咧，嗰陣 mid bass 咧佢都出得好好啊，完全好夠亮感嘅感覺啊。咁啊雖然呢部機咧絕對唔係一啲咧超高分析力嘅前級，但我反而覺得咁樣咧會令人聽得咧更加舒服，
唔會覺得好緊張啊，聽一陣就會攰嘅感覺啊。どんなに悲しいことも私に伝えてあなたの瞳のエリス見つめ返して今次咧試聽呢部前級咧，我最欣賞嘅部分咧就係佢唱頭放大部分啦。咁啊出嚟嘅聲音質素咧真係唔錯啊！咁所以我最主要咧都係聽咗佢呢個唱頭放大呢個部分啦。咁同埋咧佢個唱頭放大咧，雖然冇得調解呢個阻抗啊，但係我覺得咧如果對於冇咁資深嘅發燒咧，反而更加容易玩啊！咁同埋咧我都試過咧夾咗兩款唔同嘅唱頭啊，咁我覺得出嚟嘅聲音咧都好好，都好夠平均啊！咁同埋呢部機咧，其實嗰個唱頭放大裏邊咧有一個 RIA 嘅部分啊。咁呢個部分咧，佢用咗兩個金屬罩去罩住啊，咁嚟減少外來嘅干擾啊。因為呢個部分係相當之敏感㗎，咁啊令到個底噪咧更加低，咁啊自然聽咗個細節啦。所以今次試聽咧，我都真係主要咧都係聽嘅黑膠啊，同埋我都會叫我朋友咧真係快啲咧去玩呢個黑膠。今次咧試聽完呢部前級咧，我先發覺到咧，原來現今嘅前級咧，好少係包埋呢個唱頭放大部分嘅，特別咧係有埋呢個 MM 放大添。所以如果大家咧想用呢個親民價咧，揾一部咧有風佬放大嘅前級咧，呢部 R90咧真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啊聲音方面啦，咁我覺得如果以價論聲咧，呢部機咧絕對係物有所值嘅。特別大家喜歡聽一啲膽聲咧，呢部機咧真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加分位就係個 Tone Control 啦，咁可以按照咧佢特定嘅頻率咧去加3個 dB，咁呢個功能咧都幾特別啊！咁我最後都有試過啦，咁我發覺啦，如果大家咧喜歡一啲比較上重口味嘅音色咧，可以將呢個 1.5kHz 同埋呢個300Hz 咧都加3個 dB，咁啊出嚟嘅效果都唔錯啊！但係我覺得咧仲有一個地方咧可以提升嘅，就係呢個 Tone Control 部分咧，如果可以將佢兩邊獨立分開去。咁可以只係調校個高音，或者只係調校個低音咧，咁我覺得靈活性咧會更加高啊，咁個變化咧會更加大啊。好啦，最後咧我都要多謝我朋友佢咁有眼光，介紹一部機俾我玩，亦都可以分享俾大家。如果大家咧喜歡條影片咧，就記得訂閱呢個 HiFi 發燒台。咁同埋如果大家咧想我介紹多啲咧比較上親民價錢嘅器材咧，都可以下低留言欄咧留一個$size嘅emoji俾我。好啦，今次同大家分享咧就到呢度啦，下條片見。